喜欢稳定的工作，因为稳定的工作可以给人一种安全感。有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会有固定的收入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安排生活，比如只花生活费、照顾家人、为未来存钱等等。虽然高薪工作听起来吸引力很大，但是工作时间也很长，压力很大。我们这样做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觉得很累，就不想做了。所以如果给我选择，我会选择稳定的工作。然后做了一段时间，我会找别的工作，就做2份工作，就是早上我们做稳定的工作，晚上回来陪家人，然后做第2份工作，可以卖东西呀，然后可以反正就做轻松的工作，就这样。